来继续来看这个政策，因应着武汉肺炎，所以疫情指挥中心要求医护人员暂时莫出国。今仔日有初步的共识，而这个病院的医护人员禁止到旅游警示第3级的地区，若是要去第1级甲第2级，都要报准，而且回国了后要做居家检疫，也就是居家隔离14天。目前暂定实施的时间到6月30。 防疫如同作战，第一线医疗人员拢袂使放松。武汉肺炎后，台湾的医疗体系真紧张。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加大大动作，找各级的病院代表、医学会等的单位来讨论，研究出国内医护人员暂停出国的规定。 适用所有在医院服务的医事人员不论部门、不论职类，那么都一体适用。那么当然，诊所任职的一样不在我们这一次的医事人员出国规定的限制里头。 初步议定，旅游疫情建议第3级的地区一律禁止前往，除非有特例，必须经过卫福部同意。旅游疫情建议第1甲第2级的地区是需要经过所属病院同意，回国了必须依照规定居家检疫还是居家隔离。这段时间嘛，袂使做医疗的照护工作。若无警示的地区，由病院人事去决定。已经有共识，若无必要，就要延后出国。 有关相关的补偿造成旅游的损失，伫这摆会议游玩无共识。肺炎条例呢，它里面只有明确的提到你是因伤病或者是因执行公务而受到一些损害的医事人员，你才有可能去进行赔偿。所以有关于就是经济上面，有关于旅费上面相关的补偿，工会这边是觉得非常的疑惑。 目前实施时间暂定到6月30，会看疫情进行延长还是缩短。有关更加细节的确切的方案，都要等到拜四确认后，才会正式的公布。